来看，执政党立委陈碧惠昨伫立法院用台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，也毋过部长认为，伫立法院应该用共通的语言来沟通哦。也毋过陈碧惠认为，邱国正无希望伊讲母语，这是真阿爸的行为。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。其实立法院伫这个会期开始，因为国家语言法律规定有提供无共款语言统一翻译服务，也毋过立法院今仔是表示，因为有争议哦，这个服务会先暂停。语言是个交通的一个工具，大家工具都能够共用的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妈妈讲的话叫做母语，母语就是国语。我嘛尊重大家无共语言的人。立法委员陈碧惠用台语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，所主张应该使用华语，嘛无用统一。语言的冲突发生伫国会殿堂。今天把闽南语转换成国语，如果今天没有这口译服务，照理讲，你的不管是行政官员或相关的主管，你其实都应该要想办法知道委员质询的内容。立法院表示，已经遵照国家语言发展法第11条，决定伫行政、立法等等政府机关，通选择使用国家语言，机关爱提供各种语言的统一服务。这会期头届办理台客关注民语言服务，立委会使伫前3天内申请统一，但是头一遍实际执行，陈碧惠伫面册表示，伊想讲立法院已经准备好啊，所无希望一件喜事变悲剧。各机关应该安怎落实这相关条文的精神宗旨，应该爱互一寡官员，还是部会，还是讲遮的相关的公务人员，应该爱知影，这是其实需要一个教育训练，甲练习的一个过程。咱改拍开，其实就较无一寡敢若适应上问题。立法院表示，虽然政策搁咧试办，所落来会搁修正。李光桥基金会表示，国家语言推动的过程无容易，机关权益执行官员嘛爱对咧行。台湾才通真正成做一个语言平权的国家。记者陈阿文、林学凯台北报道。